后来有关花莲的灾情，花莲县政府新闻和行政院建议中央取消徛直道难，甚至要求未来的疏散撤离由中央统一来执行。结果收文的行政院是气噗噗，行政院长杜永泰讲，这个法规规定甲真清楚，有关撤离不管是定计划或者是执行，拢是地方政府的权责。清扫还搁在进行，花莲国福重灾区志工是一直清，大家还搁在无用，不过中央地方却一直弯。花莲县府13号行文行政院马太安溪邦山湖灾害疏散避难收容计划，影响层面不是县府会使负担的，疏散撤离收容量真大，且中央主动派人拟定加执行，嘛建议取消徛直避难，和收文的行政院气噗噗。委员跟花莲县政府自己在垂直避难。 往中央推，往乡镇市区推，花莲县政府在这次的表现上，我要严重的质疑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共同把责任承担下来。院长提法条再次强调，不管是拟定撤离计划，也是执行，拢是县市政府的责任。也是希望中央甲地方会使合作，以人为本。中央前总指挥所表示尊重县府。大部分罹难的民众全部都在1楼，在2、3楼的是全部都安全的。 显然，这个垂直撤离是一个安全的作为。县府大概有了变化，就是推翻了垂直撤离，他要采取疏散撤离。那不过这一点我是尊重县府的意见，因为毕竟来讲，这个撤离计划是由县府来执行的。表面和平，不过私底下却传出县府退出军组，单方面暂停联络。开会到现在，我还没有回到我们好，那是不是容我事后了解原因？也很简单，这事太简单，你回去继续加入不就好了？还要回去什么？你就跟他讲说，中央协调官规定，你说该加入群组的就要加入群组，就这么一句话就解决了，好不好？县府动作真济，中央直接公开，大家拢无用救灾都袂负啊，互相甲责任踢来踢去，要是卖乱啊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